最近咧有個台灣 model 啦，就打咗呢個牛奶針而不幸離咗世嘅。咁作為醫美姑娘嘅我啦，都同大家講下乜嘢叫做牛奶針啦。其實牛奶針咧佢嘅全名咧叫做普魯柏福啦，佢本身已經係一種麻醉藥嚟㗎啦。咁佢嘅用途就係通常用喺啲外科嘅手術啦，或者插喉等等嘅。咁點解佢會叫做牛奶針啦？因為佢打出嚟嘅顏色就已經係乳白色。咁佢長期用會有啲咩風險呢？佢會令到你嘅心臟有問題啦，慢慢呼吸會變慢啦，或者可能中毒。最大問題就係會令到你嘅器官衰竭，就會好似今次咁樣不幸離世。咁牛奶針呢，佢喺香港已經係列入咗為毒藥 A 嘅類別啦。咁唔係話你話用就可以用㗎，佢係要喺有一個急救嘅設備下啦，一個合資格嘅醫生監管情況下先至可以用嘅。如果你係為咗做一啲醫美嘅療程而去用呢啲藥物呢，我會建議你哋去諗清楚先。例如可能水光針，其實你每個月都要打，咁你唔一定係每個月都要去做睡眠麻醉㗎嘛。咁其實有啲麻膏或者止痛藥，你都可以舒緩到你嘅痛楚。我覺得就唔需要因為一啲醫美嘅療程而去用到咁強力嘅麻醉咯。